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8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历代志下卷第8章12节到15节，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当真的义。耶稣基督捌行到伫洗礼约翰的面头前，要求接受洗礼。约翰原本在拒绝耶稣基督的请求，但是耶稣基督要求洗礼约翰为着伊洗礼时阵就讲，这是当真的义，着真的义啦吼。这句话当然有几种不同款的意义，但是上基本的就是耶稣基督，伊既然用人子的身份来降生，伊就必须按照世间人着真的义来接受。伫犹太律法的中间，有真侪的规范以及着真的义。亲像耶稣基督出世第8天，约瑟以及玛利亚就带伊到伫圣殿去献祭，并且接受割礼。12岁的时，也带耶稣基督来到伫圣殿去行成人礼。这拢是照着犹太的规范，着真的义来去行吼。伫历代志下卷第8章12节到15节的经文安尼讲着。所罗门伫圣殿走廊的前，所起的这个上主的祭坛，献烧化祭互上主。照着摩西的命令，伫安息日初1，甲当年的3遍的节期，就是度假节、七七、收割节、大寮节。照逐日应该爱献的来献祭，佮照伊的老爸大卫的规例，分配祭司的班次甲职务，嘛分配利未人的职务，负责上赞，照逐日的规定协助祭司，佮分派守卫来照班次伫逐个门固守。这个拢照上帝动用的人代笔的命令安排，无论管理府库，还是做特款的职务，遐的祭司甲利未人拢无违逆王的命令。圣殿中服侍祭司嘛，应该着爱照着班次来照着这个节庆来服侍来献祭。保罗带领着西拉宣教的旅程的中间，每到一个所在，伊拢入去伫犹太会堂去传讲圣经的话语，并且对圣经的中间来论到伫各话的主耶稣基督。虽然因拄着侪人的对抗甲指控，保罗犹原坚持宣讲圣经以及各话的基督。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着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作务，但是保罗因并无因为安尼就来得救因为宣扬各话的基督是伊所受呼召着真的义。保罗甲西拉经过暗菲波利甲阿波罗尼亚，来到伫帖撒罗尼迦。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习惯入去伫会堂，连续3个安息日，引用圣经甲人辩论，伊讲解佮证明基督一定受这个害，然后对世人中间佮话，伊讲我对恁宣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中间有人受说服来信，就对保罗甲西拉，其中一大阵敬畏上帝的希腊人，也有袂少贵妇人。毋过犹太人去怨妒，就招一寡街头的匪类假规群来结党，扰乱全市，攻击耶稣的厝，
找保罗甲西拉，要甲因掠去交互民众。因找无，就将耶稣甲一寡信徒拖去见地方官法官，才会甲天下反倒转的人嘛来到伫阮遮。耶稣竟然甲因收留，因违反罗马皇帝该撒的法令，讲另外有一个王叫耶稣。群众甲地方官听到这话，就极不安。官员对耶稣甲其他人收钱交保了后，就放因出去。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予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束互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到少年，亲像鹰鸟遐尼勇壮。上主这份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伊用伊的道路指示摩西，用伊的作为指示以色列人。上主有慈悲，有仁爱，无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求主帮助阮坚定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接受阮着真的义，努力传扬耶稣基督国我的福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